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歌望春风，唱到果然飘伫面马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“伫”，飘伫的“伫”，读倒一伫第三条。这个“伫”就达到什么，造成什么意思？咱讲“伫数”。另外嘛有尽心力、专心的意思，像咱讲“伫意”，也就是专心专意。物件或者是意见要讲，咱讲是一伫。变做安怎？咱讲是伫数安怎？另外，咱台语较常用到这个“伫”，也就是讲破病，咱会讲伫到什么款的镜头，或者是伫病。另外，若是去伫到较歹治疗的慢性病，古早讲是伫性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飘伫，这是形容查某囡仔生做真水，动作优雅，真迷人，卖当形容查甫缘投又搁飘撇。第二个词读做庇荫，也就是庇荫、保护、稳固、得到恩惠的意思。一般咱是讲借家己的名声或者是关系，互别人得到好处。卖当讲是子孙后代因为祖先父母成绩来得到好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学老阿明生做飘体，有文才，嘛有内才，做人又搁慷慨。伊顾谦讲是父母庇荫，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“伫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